法星社，我係 Jackie。我係 Katia 啊，上集講咗丙同丁日主嘅運程，今集就講翻戊土同己土日主。好啊，但自己所屬嘅日主，你可以留意翻該集嘅屬你日主嘅運程啦。但係我哋睇下個版面啊，今集開始講下戊土日主嘅運程啦。戊土嘅朋友咧嘅性質咧可靠啦，做事有原則啦，唔輕易動搖啦，願意承擔同埋重視承諾嘅，比較保守啦，唔多變動嘅，遇到困難咧，但係都堅持到底嘅。但係咧有時過於固執啦，比較慢熱嘅，唔易接受新嘅觀念㗎。而家開始咧講下戊土日主嘅朋友喺丙午年大概嘅運程啦。喺丙午年裏邊咧，火生土嘅緣故啦，對戊土嚟講咧，得到火生之年啊，能量充足啦，事業上咧有動力啦，亦都有貴人助力啊。但係因為火太旺啊，都會容易土焦啊，要適當時間調節下。如果火生太多嘅話咧，反而會容易出現壓力啊、情緒急躁啊，會有疲累嘅現象發生嘅。喺呢一年咧，屬戊土嘅朋友咧，財運咧有增加嘅潛力啦，但係要注意下人際關係喎，多啲同人溝通啦。關於做事方面咧，唔好急於求見成功而太固執咧，而錯失咗良機咯。喺2月4號立春開始嘅庚寅月啦，見到啦木旺生火啦，喺呢個月咧會有好多諗頭㗎。事業上亦都有新嘅機會啊，但係咧容易咧多諗法而少行動嘅。財運方面咧會有收入嘅來源嘅潛力㗎，必須咧要實際行動啊。而咧適宜咧喺社交圈子裏面咧多結識嘅新嘅朋友啦，注意下。因為喺地支壬午半合火局火過旺啲財運損失㗎，亦要注意下心血管同埋呼吸道嘅健康咯。喺3月份辛卯月裏面咧，因為辛庚生財壬午相破有賺錢嘅機會，但係唔穩定嘅，波動大。喺呢個月咧仍然有工作嘅壓力㗎，情緒嘅起伏人際關係咧。應該把握呢個月嘅貴人運咯。喺呢個4月份壬辰月裏面見到運氣會有啲好轉工作壓力會稍緩亦都增加咗好多工作嘅機會，適合展示自己嘅才華啦。財運方面開始轉好嘅，只係咧注意下呢個月同人合作因為意見唔同而有摩擦㗎。喺5月份癸巳月裏面見到地支巳火，而火氣咧再次提升嘅。而工作上咧注意下，因為自己情緒化去處理工作咧，適當保持冷靜。但係咧因為火嘅關係表現欲都會增強咗嘅，謙虛嘅待人。而運氣咧財運咧會漸漸變好嘅，但係支出亦會增加㗎。注意下唔好因為自己嘅衝動而去亂咁消費咯。喺6月份甲午月因為見到天干甲木生火而午自刑火氣係極旺而火多又會土焦喎。注意下呢個月運氣會稍為下跌啦，工作咧有啲唔順利，同埋壓力會增加㗎。財運上咧注意下破財。亦都注意下慎防小人身體方面咧會容易發生啲燥熱病㗎。喺7月份乙未月裏面地支午未合火火勢仍然旺盛工作上咧責任會加重但係財運咧會稍為平穩嘅。要處理好較複雜嘅人際關係避免有糾纏同埋多啲忍耐下。喺8月份丙申月運氣開始會好轉嘅，工作上咧才華亦都可以實施到出嚟㗎，計劃咧亦都會實現到嘅。財運好轉嘅情況下咧，要好好把握呢個月嘅運氣啦。喺9月份丁酉月裏面咧，丁火透啦，依然係呢個月咧成果會實現啦，開始有回報嘅。工作上咧有創造性嘅能力啦，
而思考咧亦同埋智慧亦都會開啟到㗎，適合計劃啦。而財運方面咧，慢慢上升啦，貴人出現，合作順利㗎。喺10月份啦，戊戌月裏面啦，地支啊、午戌啊、半合火局啊，國土咧就自然會燥㗎啦。工作上咧，同人合作啊，要注意下，防止啊有爭執啦。財運方面咧就小心破財啦，亦都會開支大咗，而適宜咧去儲蓄下。固執咧要多聽人意見啊！喺11月份啊，己亥月裏面啦，地支啊、壬午暗合啦，喺呢個月咧運氣會提升翻嘅喎，工作效率會上升啦，亦都有貴人嘅助力。財運方面咧升嘅嗰個運氣。而12月份啦，庚子月裏邊咧嗱，見到啦，地支啊、子午相沖啊，喺呢個月咧運氣咧會波動大啦，工作上咧留意會變動。財運方面咧仍然係唔錯嘅，但係有衝動去消費，又或者意外破財都唔定㗎，要注意下，關心下感情關係啦。健康方面咧就注意下血液循環嘅情況咯。喺2027年1月份辛丑月，地支咧丑午相破啦，工作上咧有潛在性嘅回報喎，財運都唔錯嘅，注意下情緒啦，唔好壓抑自己咯。戊日主喺呢個丙午年嘅總結，戊日主嘅朋友以制火用土為首選啦。上半年咧就要多忍耐，避免大額去投資，而下半年入咗秋嘅運氣會開始提升嘅，財運同埋事業運咧會逐步好轉㗎，要把握下半年嘅時機啦。但係咧，戊土嘅朋友都要注意下6月份同10月份同12月份呢3個月嘅，而咧好嘅月份要把握4月份、8月份、9月份同11月嘅。好啦，Katia，輪到你講下己土日主喺丙午年嘅運程啦。好啊，己日主嘅朋友，己土嘅特質就係踏實可靠，中意照顧人。中意有安全感，但係比較保守，容易壓抑自己去遷就其他人，同埋行動力不足嘅。己土嘅朋友喺丙午年能量會增強，事業發展同責任感會提升，因為火生土嘅原因，但係要注意下火太旺，容易土焦，出現勞心勞力嘅情況。喺2月份嘅庚寅月，壬午半合火局，木生火對生土，對己土有利，事業上有新嘅機會，工作會比較繁忙，但係競爭力亦都有，要注意下急躁嘅情緒，低調做事，展露才華易得罪人。喺3月份辛卯月，卯木生火，容易受外間嘅壓力引致內心焦慮，要低調行事，避免人際關係衝突，因為呢個月比較多繁忙，會容易疲倦，要保持身體嘅休息。喺4月份壬辰月，壬水潤土，辰土亦都係財富，運氣有所提升，財運得以改善，貴人幫忙。喺呢個月心情就舒服好多。喺5月份嘅癸巳月，癸水忙嚟調候，子午火旺，壓力手大，會容易出現工作上嘅變動。喺呢個月就要處理好工作嘅事，亦都有屋企啲事項要處理㗎。己土要多啲休息。喺6月份嘅甲午月，雙火旺加埋甲木再生火，喺事業嘅壓力就好大。己土嘅朋友喺呢個月要保持冷靜，盡量心態平和，免因為急躁出現抉擇上嘅失誤。喺7月份乙未月，月木天干未土嘈，喺呢個月壓力仍然持續，要受到事業上嘅挑戰，亦要注意下自己健康問題，特別係有心血管毛病嘅人。喺8月份嘅丙申月，火旺火金交戰，喺呢個月工作思路就清晰咗，才華同能力得到發揮，仲會提高咗實質性嘅收入。喺9月份嘅丁酉月，丙丁火透，
己土嘅朋友喺呢個月裏面運勢開始轉平穩，工作開始輕鬆咗，加上係才華方面可以得到發揮，令到己土喺呢個月有理想嘅收入。喺10月份嘅戊戌月，己土有金土旺嘅月份，但係戌土係燥土嘅原因。己土嘅朋友喺呢個月裏邊容易固執，工作上要靈活變通，要防小人，亦都要注意下家庭嘅關係。喺11月份，己亥月，亥水幫助調候，潤翻啲己土。喺呢個月財運比較好，同埋感情和諧，生活上逐漸舒服。己土嘅朋友要把握好呢個月嘅財運。喺12月庚子月，地支子午衝，水火激戰嘅情況下，運勢多變，需要謹慎處理好理財方面，亦都事業上會發生變動，更加要注意下出行嘅安全。喺2027年1月份辛丑月，地支丑土濕重，丑午相害，但同上個月嘅壓力下，漸漸改善翻，運氣平穩咗。關於己土嘅朋友喺丙午年整體嚟講，今年多生活壓力同埋運勢起伏變動，要偏向內心反省，多啲學習，要處理好屋企或者係房產嘅事務。今年上半年火氣旺盛，要注意下心火急躁。下半年金水多翻，運勢就逐漸平穩。要以靜制動，多規劃好方向，財運多做積蓄。喺今年己土嘅朋友比較適合用智慧同專業能力去發揮。要注意下3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10月份同埋12月份。對己土有利嘅月份就係2月、4月、8月、9月同埋11月。辛苦晒卡莉啊，終於講好咗幾日主喺流年同埋流月嘅情況啦。今集就講住呢2個日主先，下集就講庚同辛日主。係啊，如果你哋有咩意見，可以喺留言板留言，或者私聊俾我哋會盡快回覆你哋嘅問題㗎。最重要嘅記得 share 我哋嘅影片、訂閱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多謝大家，拜拜。